回头继续来看这个海葵风台，昨下晡登陆到台东，台东是透大风落大雨。早起伫个台东的关山镇，有民众发现一个男子摔伫个田边的草坡，搁互机车缀条咧。这个警消赶到场，这个男子已经四肢硬正，明显来死亡了。因为这个男子摔落的地点有1米外的悬架岩。 过路人看较袂到，可能因为安尼错过救援的时间。啊，到早起为止，消防署的统计，这个海葵风台已经造成全台湾有78个人受伤。啊，台东关山的这件事故，可能会是风台所造成的第一件的死亡的案件。一台机车奥多摆卡伫草坡内底，边啊个安全帽啊，个拍胶帽啊，早起7点外，有人发现一个查甫人倒伫草坡内，身躯个奥多摆缀条咧。 遗体已经看白布，因为警消人员到现场时，这个查甫人已经无开啊。人车掉落路旁坡坎约1.4公尺处，机车无碰撞迹象，目测身体也无明显外伤。该起事故死亡时间及原因尚待报请台东地检署刑事相验后厘清。 死者是56岁姓尤的查甫人，住伫台东的关山镇。初步判断，当时经过这个路段，连人带车摔落路边，因为这个草坡甲道路有差不多超过1公尺的悬架差，加上昨风正透，民众都无出门，伫厝内伫避风台，才过顿天早起被发现。 昨下晡，海葵风台为台东登陆，各地发生1429件灾情，树仔倒去有782件，基础设施歹去有212件。全台湾受伤的人数以高雄市上济23个人，台东县20个人，台南市13个人，花莲县嘛有7个人。到昨早起为止，无人死亡，有78个人受伤。经过了解，台东灾害应变中心已经将关山镇的死亡事故通报中央，可能变成海葵风台造成的头一件死亡的案件。 海葵风台重伤东台湾，袂少人因为安尼受伤送去病院。这两天的风雨嘛是要注意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